这一款是我们 L-338，它这个做工非常好的，音质非常棒，拉杆天线。然后这边它是支持耳机，这边是那个开关键 ，USB， 这边是 TF 卡插口，这边是一个音量调节，这边充电口。这里呢是上一曲，还有快退，这边暂停播放，还有收台。这边下一曲快进，这个是模式转换，就是你插 U 盘、插 TF 卡，还有收音呢，它都可以按这个键切换。这边是 F 呢，它是文件夹选择，这边也是上一个文件夹选择。这边0到9呢，它是一个2个按键，这边是一个锁定键、同锁键。这里呢是一个录音键，你把那个卡插进这里，然后按这个键的话，它可以录人声的外录，它是录到卡里面去的。这个做工很不错。好多人想領咧都要排隊等，但係今日你打我哋講嘅呢個電話就一定可以領到。電話再講多次嚇，02028298761，0202829。摘开不安裙摆。